上一集我们拿张学友、陈奕迅、张敬轩 PK， 很多网友说，哎，歌不同，P 不了。OK， 今天大家别说了，我们挑同一首歌，陈百强的《等》，他们3个人都唱过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一去欣赏一下，到底谁更能打动你？听清楚了哈，是谁更能打动你？他不是说哦，我觉得这个唱得好，那个唱得好 ，No， 打动，好吧？我们先让前辈张学友先唱，走起。寂寞到夜深，夜已正荒涼，夜已正昏暗，莫道你在選擇人，人亦同選擇你，公平原沒半點變心，苦澀慢慢向着心裏滲，何必抱怨？曾令醉心是誰人？自願吻別心上人，糊塗換來一生淚印。何故明是痛苦傷心，還含着笑裝開心。今天的你可憐還可吻，目睹他遠去，他的腳印，心中永印。糊塗是你的一顆心，他朝你將無窮的後悔。這一生，我的心裏滿愛恨。好聽，好聽。苦澀慢慢向着心裏滲，何必抱怨？曾令醉心是誰人？自願吻別心上人，糊塗換來一生淚印。何故明是痛苦傷心，還含着笑裝開心。今天的你可憐還可吻，目睹他遠去，他的腳印，心中永印。糊塗是你的一顆心，他朝你將無窮的後悔。這一生，我的心裏滿愛恨。张学友的头声很好，很好，这个假声啊，哇，八神友，你看八神友的这个眼神最后面那个哦，正点。张学友在唱这种歌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又有细腻，又有响度，整个声音的响度啊，又有细腻部分，又有响度部分。可能在现代的话，年轻人听有点不习惯，对吧？他弱的时候比较弱啊，他强的时候又比较厚，比较强。那么我们很多的细腻派就觉得啊有点油腻什么的。其实这种发声方式的话是时代造成的。其实你放下心来慢慢去欣赏的话，你可以从中听到很多细节啊，其实非常好听的。我在小一点的时候，我也是欣赏不来的，我觉得没什么好听的啊。我说实话的，因为当时根本就没静下心来去欣赏。我们听惯一些歌手之后啊，很难去接受另外一个歌手，这个是事实。但是这个时候不要抱有偏见，静下心来听一听。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好？他肯定有好的理由的。好的东西的话，我们可以学一学，拿过来用用啊。他有一些不好的，你觉得不好的啊，你觉得不好听的啊，你就不要这个，你要这个，对吧？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还是按资历去排一排啊。接下来是陈奕迅，走起。
寂寞到夜深，夜已漸荒涼，夜已漸昏暗，莫道你在選擇人，人亦能選擇你公平，如沒半點偏心。苦澀慢慢向着心裏滲，何必抱怨？曾令醉心是誰人？只願吻別心上人，糊塗換來一生淚印。何故明是痛苦傷心？還含着笑裝開心，今宵的你可憐還可吻，目睹他遠去，他的腳印，心中永印。糊塗是你一顆心，他朝你將無窮的後悔，這一生你的心裏滿哀困。苦澀慢慢向着心裏滲，何必抱怨？曾令醉心是誰人？只願吻別心上人，糊塗換來一生淚印。何故明是痛苦傷心？還含着笑裝開心，今宵的你可憐還可吻，目睹他遠去，他的腳印，心中永印。糊塗是你另一顆心，他朝你將無窮的後悔，這一生你的心裏滿哀困。好各位同学哈，我们听完陈奕迅唱之后呢，我的感觉就是他前面处理很引人入胜的整个氛围感做得很好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在编曲上面，这首歌这个演唱会它上面的编曲，说实话，如果这样编的话，我们在副歌上面没办法很打动人。我说这是实话的。这个时候我要说个重点了，就是一个歌手，如果你的编曲不好，你唱功再好没有用。如果我要整你，你哪怕唱功再好，我给个乱七八糟的编曲给你很燥的，跟你声音很冲的一个编曲给你的话，你是完全发挥不出来的。但是陈奕迅整个发声状态很松弛，而且呢声音很有张力，声音听起来哇厉害，这个条件真好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再听听张敬轩的演绎，来周琦。等寂寞到夜深，夜已正荒涼，夜已正昏暗，莫道你在選擇人，人亦能選擇你公平，原沒半點偏心。
向着心裏呻，何必抱怨？曾令醉心是誰人？自願吻別心上人，糊塗換來一生淚人。何故明是痛苦傷心，還含着笑裝開心？今宵的你可憐還可吻，目睹他遠去，他的腳印，心中永印。糊塗是你的一顆心，他朝你將無窮的後悔。這一生，你的心裏滿哀困。你看這個編曲，是不是你感覺不燥了？苦澀慢慢向着心裏滲，何必抱怨？曾令醉心是誰人？自願吻別心上人，糊塗換來一生淚人。何故明是痛苦傷心，還含着笑裝開心？今宵的你可憐還可吻，目睹他遠去，他的腳印，心中永印。糊塗是你的一顆心，他朝你將無窮的後悔。這一生，你的心裏滿哀困。各位同學啊，我聽完這個張敬軒之後，他這個編曲首先很好。我說編曲啊，編曲它是一步一步遞進的，而且一開始的時候一個吉他，對吧？第一段落一個吉他，然後主歌的第二段落加個殘彩，就進來了。後面副歌的時候兩把吉他，左邊一個吉他，右邊一個吉他，你們戴着耳機聽就可以聽得到。編曲上的東西我就不一一細說了哈，我是編曲出身的，不要覺得老師不說這些東西，大家覺得老師啊，這你看這個老師肯定什麼都不會。大哥，我是音樂學院畢業的，我要通過考試考進去的。大哥，你瘋了？你以為用錢買的？這種那麼基本的樂理上的東西，而且呢，我們普通人聽起來特別費勁的東西，只能顯得我自己好像很牛逼的東西，不用說，我們就說一些普通人都能夠聽得懂的感覺就可以了。所有的樂理這些東西，它最後面一定是回歸到感覺的。聽我說，準備到 AI 時代了，對吧？那後面你都不用編曲的了，你自己說個感覺，讓 AI 幫你編出來的啦，你學感覺就行了。普通人，你沒必要深究那麼深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音樂啊，你可以去學。但是如果你只是喜歡唱歌，想唱好歌，想寫歌，這些不用樂理知識的大哥。好了，這個話題到這裡，那我們說說演唱。演唱張敬軒的整個演唱的細膩程度，我覺得是很豐富的。他的整個演繹方式的話，跟前面兩位前輩他有點不一樣，他是一直是含蓄的去演唱。前面兩位前輩都是前面鋪墊，到副歌的時候，噠噠噠噠噠開心，他就跟你可憐還可吻，就馬上就這樣子了，對吧？但是呢，張敬軒是一直是含蓄的去表達。其實兩種表達形式啊，沒有好壞之分，就看當時的意境、編曲的意境，再加上歌的意境。如果在3首歌上面我要排個名次，打動我的先後順序的話，我覺得哈，第一打動我的是張敬軒，第二是張學友，第三是陳奕迅。這個是我的一個審美的排名。當然了哈，我不代表大眾，大家都有大家的審美，哪個更打動你，投上你關鍵的一票，然後說說原因。